先生您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你好，我姓张。先生你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你好，我姓张。先生你好，请坐，请问贵姓？你好，我姓张。哦，你是在竹科工作，最近回来务农，张阿伯的儿子吗？唔係在竹科做事，按叫將來做農，係張阿伯嘅來係麼？唔係在竹科做事，按叫將來做農，係張阿伯嘅來係麼？是的，就是我。好多年不见了，变得好成熟呢。係啊，是係我。好多年冇見了，變態人了呢。係啊，是係我。好多年冇見了，變態人了呢。今天你要辦理什麼業務呢？今邊我來拍物界呢。今邊我來拍物界呢。上個月我和父親買了一塊土地。上個月我同阿爸買一塊土地。上個月我同阿爸買一塊土地。今天要來做實價登錄申報。今邊我來做實價登錄申報。今邊我來做實價登錄申報。哇，買土地最好。俗話說，看人面不如看泥面。很強啦，買土地真好。人講看人面不如看泥面。很強啦，買土地真好。人講看人面不如看泥面。那你的申報書資料都填寫好了嗎？安尼，請問申報書資料做下寫好了嗎？安尼，請問申報書資料做下寫好了嗎？還沒有。有帶身份證跟印章嗎？還忙。有帶身份證同證嗎？還忙。有帶身份證同證嗎？有，這是我的身份證跟印章，麻煩你了。有，你係我嘅身份證同證，麻煩你咧。有，你係我嘅身份證同證，麻煩你咧。我來協助您上網登錄，請稍等。我來同上面登錄，請等一下。我來同上面登錄，請等一下。張先生久等了，這是您這次交易的資料，請您幫我確認螢幕上登打的資料是否正確。張先生久等你，你係5禮拜交易嘅資料，請替我確認螢幕上打嘅資料係唔係正確。張先生久等你，你係5禮拜交易嘅資料，請替我確認螢幕上打嘅資料係唔係正確。資料正確。好的，那我幫您線上送件。資料正確。好，我來替你線上送件。資料正確。好，我來替你線上送件。我會給您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您留存。我會本你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你保存。我會本你紙本申請書一式2份，其中1份請你保存。請您在這裡蓋章。啊，謝謝。請錯了位證人。羅拉。請錯了位證人。羅拉。這是實價登錄的應付文件。這是實價登錄的應付文件。這是實價登錄的應付文件。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及問題。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同問題。有關自然人憑證申請單位同問題。這裡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聯絡電話提供給您。列行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聯絡電話本人。列行有相關主管機關的聯絡電話本人。請您回去先參考這些資料。您曉得嗎？請轉去先參考這條資料。唔知嗎？請轉去先參考這條資料。唔知嗎？有人因為沒在買賣完成移轉登記後的30天內申報，人人指沒在買賣完成移轉登記後的30日內申報。
人因此无才买卖完成移转登记后界30日内申报，被罚3到15万元哦。还好啊，您已经来办理了。本人罚3至15万块哦。该站又来判你咧，本人罚3至15万块哦。该站又来判你咧。好的，我回去会好好研读这些资料，谢谢你。好啊，我会转去好好研究这条资料。罗兰远。好啊，我会转去好好研究这条资料。罗兰远。